各位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是听大家咧讲，做伙阿华吼袂晓讲，嘛是吼，因为你若听了你无启悟，没有启智你的本心，你无所你就讲不出来，这是报喜的感觉吼。你只讲的讲吼，你只讲迄个在座论算了然继续，不是新人嘛讲，咱拢时常讲吼，咱会记着了，咱有记看着迄个本性但是呢，咱有记性，但咱无明心，所以咱才会修。咱就是有记性、有明心，这个就是成分。咱的所作所为，就是伊咱的良心本性显露出来的所作所为就是吼，前辈才讲咱有念处在处，咱个心念有保持伫遐，自然点咱就有记性。记性是讲吼，咱会当生活啦，迄是咱对着道理福缘，迄个叫后来做迄个福缘吼，有贯通，有明了，安尼。但是咱明了了，咱知了，咱一定来互时常咧讲，咱若知影了，咱无去记，咱定不低。就是去想咧讲咧大人小人，咱知影大人做好，但是呢，咱咧大人，若每一摆讲吼，像咧大人有道的，就是拢有道，咱大概就是讲有动起来。我最近听迄个做号召力，迄个马田老师讲的，咱每一个人一当上的拢爱大人的啦。一个就是培养咱顶头咱的父母，互身体健康；一个就培养迄个做子女，互伊嘛是迄个健康。那安尼咱这个家庭嘛是讲无辛苦病，咱咧修就做好修。若无咱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咧辛苦病，咱规个家庭就拢乱七八糟。所以就是讲所以这个号召力，咱绝对最基本的，咱每一个人一当爱大人的，若安尼咧生活就一帆风顺。若无讲迄大人其实咱逐个嘛讲我都先读倒几年其实以为用拢大了，其实咱无像迄个做迄个模仿了安尼，讲安尼每一学期咧弄。要迄个做大人运动，咱无迄个情绪。早其实咱若讲着大人，大家讲我都无法度，但是呢，咱迄个马年师讲的，大人免讲足侪道理，你先去做好，你交你就拜拜好，无拢讲安尼安尼人就家己个。其实你若讲足侪道理，互伊听，伊会来听到的。迄无简单，迄成绩嘛做好，迄来的时候，迄个马上会当像因咧讲的参加派对，安尼参加迄个做四年教育安尼，绝对是参加。所以讲因咧大的时阵是安尼呢，大个了就是参加法会，参加法会了，伊若想有大1万人，上无抑阁有1半以上的参加法会，参加法会了有去参加迄个做4年教育的，持续个教育，嘛讲1半以上，拢较有变成，所以现在人快充的人才很多，就是讲这所谓的真理的教育。咱的迄个教育就是较早来世界无共，但咱也是爱捡人好的，来用。像咱一当拢大遐济人，但是要起来宣传都无出。所以像咱即摆讲咧用迄读书我感觉讲本来真好，因为伊无当出来，咱就遐找，逐个因为一定要修定有迄个道情嘛，有迄个道伴，逐个才会来，再来就是讲迄个，尤其伊只讲若有学员在家亦不由在师，在家灵修如东方以心先。
在心不能心如西哦，人心哦，在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因为咱既然拢来咧修学啊，一定是从道好，咱才会修。尤其咱个亲口所讲，就是有心动。但是呢，因为咱即摆互我师堂，咱即摆是在家修，你是顾法度，也毋是顾法度。伫修的当中，咱有利的时阵，咱是转把持的条，就像拄则前面讲的，金子喻于玉，小人喻于利。当这个利来时，咱免来嫌难呢，这嘛足重要。那讲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伫这个当中，迄是咱的考验。咱若有利，绝对就有利。若无利，就无利。所以大家拢知影贤好，但是呢，咱既然亲口所讲，伫修的当中，咱一定要良知在此。尤其呢，咱老师讲，咱要有三不离的功夫，无离过活动，无离过在实践，并无离过经书。因为咱来参研究经典，就是要增加迄个智慧。咱毋知影会当中来显示大乘知识，使咱会当实做见性。来活动，受讲的普照，来看经的增加迄个智慧，拄着迄个考验来时，咱才通来突破。所以讲咱若咧修，以咱即摆在家修啊，加过去迄个庙师咧修个，庙师就是讲你去遐咧修的，但伫迄个静中咧求证，非常无迄个家庭迄个单调。尤其像这出世纪迄个讲师咧讲的，咱一定拢有拖累，个人的拖累落来，有家庭的拖累啊。你像现在即摆呢，规个家庭拢咧受迄个做病痛，那么迄是咱爱去付出、爱去关怀、爱去照顾，迄个责任咱来去完成。咱拄着迄个见教的时，咱来从这个咱累世来这个天经，咱来去完完成。咱有去拄着，咱才会当体会；咱若无去拄着，要体会困难。讲无简单，有去拄着，较下土，会体会。再来是讲在家如何修行，虽然讲心平何能起改行，必何能修效。这部上述是讲咱一定要用思想来背起来。咱在身边咱拄着代志的时，咱心就是讲我头要静落来，静下来。咱讲咧修，有时听着一句无下听，也是人咧指一个声，咱就皮毛面就落来，因为咱无想迄前辈这么良知在此。讲咱即摆是咧修着，咱若有迄个良知在此的心，咱的心就会静落来。就像台湾像迄个做迄个水路安尼文个积气，但是咱有时呢，咱文个静动，是讲咱爱学习的所在。讲足简单啦，讲来讲，但是咱就是讲有去行，咱去有去行时，咱才有体会，有体会是咱才有所。咱咧做的时就是讲大家互相互谅互理啦，我嘛是做劳动，但是知影是学得好的。因为10点外耽误咱的时间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欢喜充满的笑。
3，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行到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铁能师慈悲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铁能师慈悲鞠躬，一起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前道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引鞠躬，持架不前引鞠躬，送架各位铁能师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引鞠躬，持架不前引鞠躬，送架各位铁能师鞠躬，各位铁能师晚安。